啊！等等，此时我的机械抓钩已经瞄准对面了，并且我手里还有一颗地雷，只要能勾到对面，就能配合地雷直接将他炸出场外。但这局对面带的是幽魂追踪，并且他手里还有咸鱼，如果我向对面释放机械抓钩，他肯定会直接释放幽魂将我锁定。就算我用地雷将他炸飞场外，他也可以利用幽魂追踪回来，然后再用咸鱼将我反杀。等等，还有机会。我们知道蛋仔的幽魂追踪在被控制期间是使用不出来的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先在我背后放下地雷，然后直接向对面跑去的同时射出钩子钩地雷，等进入他咸鱼的攻击范围时直接跳起，跳到他后面，接着后面的地雷就会直接和他相撞引爆，直接将他炸出场外，拿下这波冠军。